第30日，耶和華對雅各說：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。請細讀以下經文：創世記31章1至16節。雅各聽見拉班兒子們的話，說：雅各把我們父親所有的都奪去了，他從我們父親所擁有的獲得這一切的財富。雅各見拉班的臉色，看啊，待他不如從前了。耶和華對雅各說：你要回你祖先之地，到你本族那裏去，我必與你同在。雅各就派人叫拉結和利亞到田野他的羊群那裏去，對他們說：我看你們父親待我的臉色不如從前了，但我父親的神向來與我同在。你們也知道我盡了全力服侍你們的父親，可是你們的父親欺騙我，10次更改我的工資，但神不容許他害我。他若說有點的歸給你作工資，羊群所生的都是有點的；他若說有文的歸給你作工資，羊群所生的都是有文的。這樣，神把你們父親的牲畜拿來賜給我了。羊群交配的時候，我在夢中舉目一看，看啊，跳舞羊的公羊都是有文的，有點的，有花斑的。神的使者在夢中呼叫我說：雅各。我說：我在這裏。他說：你舉目觀看，跳舞羊的公羊都是有文的，有點的，有花斑的。拉班向你所做的一切，我都看見了。我是伯特利的神，你曾在那裏用油膏過柱子，向我許過願。現在你起來，離開這地，回你本族之地去吧。拉結和利亞回答雅各說：在我們父親家裏，還有我們可分得的產業嗎？我們不是被他看作外人嗎？因為他賣了我們，還吞吃了我們的銀錢。神從我們父親所拿走的一切財物，都是我們和我們孩子的。現在凡神所吩咐你的，你只管去做吧。耶和華對雅各說：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，到你親族那裏去，我必與你同在。雅各嘅計謀考勝咗舅父拉班嘅剝削，然而亦都帶嚟咗拉班父子嘅不滿。也許佢哋自覺係中咗雅各嘅詭計，但又發作不得，因為呢個係大家同意嘅協定。雅各要離開投靠咗20年嘅舅父，係一件唔容易嘅事。之前佢曾經向拉班表示要走，但係拉班強留他，而雅各亦都藉此機會反勝拉班嘅如意算盤。雅各先係聽到拉班嘅兒子對佢不滿嘅說話，埋怨佢把佢哋嘅財富都奪了去。雖然呢啲財富有好大嘅部分係藉住雅各為佢哋賺得嘅，其次雅各看到拉班也因自己嘅羊越發瘦弱，而雅各嘅羊越發強壯而不滿，開始有臉色給雅各看。就係喺呢段時候，雅各聽到神對佢嘅吩咐，要佢回父家去，但係佢並不立時就要走，佢卻把2名妻子叫來，要取得佢哋嘅同意。雅各向2名妻子解釋聽到同埋見到岳父一家對佢嘅敵意同埋指責，亦都為自己辯護，說錯不在他，並且強調神對事件嘅掌管。2位夫人嘅回答
係直接而且堅決嘅站喺丈夫一邊，雅各一家才起行嘅。三、思考反省，常聽見有人話感到神要他做這做那，在這在那，但係問佢嘅原因，卻係說不出個所以然來。雅各面對環境嘅因素遭敵視同埋指責，縱使佢聽到神嘅指示要離去，佢仍要徵得家庭嘅同意，先至確實地起行。這是一個要有意思嘅記載。今日有太多人為自己想做同埋唔想做嘅事情找理由同埋藉口，事實卻可能只係自己內心嘅意向，不論係迴避、軟弱、唔想負責任，或係另有更加吸引嘅事情等等。四、默想禱告。曾經有人訪問一位成功嘅人士，佢不諱言自己面對嘅問題不比人少，也不比人輕。然而佢嘅座右銘就係不要害怕問題，不要迴避問題，不要拖延問題。這是一個積極嘅態度。另一方面，即使個人有積極嘅態度，都係唔夠嘅。作重大嘅決定，必須要有環境嘅因素、神嘅指引同埋群體嘅認同。